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今仔咱来讲两个主题，拢甲中国有交叉。大胜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昨宣布无要连任，这讲了嘛真好笑吼。中国也无民主选举，再来拢毋是你要选，还是无爱选，是阿强啊要爱你做，还是无爱互你做。显然讲，阿强啊后任无爱互阿五啊做啊啦。这内底有啥物技巧？ 过来，罗西亚侵略乌克兰，踢着铁邦，即马骑虎难下，却开始屠杀平民，这城市发生民众去互罗西亚兵啊枪杀的代志。即马美国、联合国、欧盟拢明确讲，罗西亚步程犯战争罪，加强制裁。咱阁看到中国哪挺罗西亚，哪加好伫遐咧高城，这场战争最后敢会互中国占到上侪好处？这个主题做阵来探讨。 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 Trump 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昨林郑月娥讲，伊无要参与第6届的这个特首选举吼，这实在是真好笑啦。不过， 伊是因为反送中这个问题处理无好，还是讲疫情处理无好，致使伊需要落台吼。这咱稍等下来讨论。后届的人选有2个人，大家上接讲。头一个是政务司长李家超，这是警察出身吼；另外是财政司长陈茂波，这互人掠做是一个拼经济的人选。大胜林郑月娥的报道，同齐来看。本人將不會參加第6屆嘅行政長官選舉。換句話說咧，我將喺今年6月30日就完成咗行政長官5年嘅任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這時宣布無愛競選連任，表示這想法早在去年就向中央表達過啊，也得到理解甲尊重。伊無愛連任嘅為考慮就是家庭因素。呢個意願嘅背後嘅考慮得一個，就係家庭。 我都同大家講過㗎啦，我嘅屋企人咧係我最優先係要考慮嘅嚇。林鄭月娥表示會繼續抗疫工作，甲籌備5月7日要進行嘅特首嘅選舉。另外，林鄭身為首任嘅香港女特首，2017年上任以來，一度致力來修補行政甲立法嘅關係，不過也無辦法甲泛民派得到和解。尤其在2019年提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反送中運動，影響整個香港。 900萬人行進街道遊行，到立法會一帶大規模來衝突，香港局勢登上國際版面，並且正係焦點。無多一些民怨傳出中央對着林鄭月娥的治理能力是感覺不滿，所以講2020年直接推出港版的國安法，無需要經過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徹底提回主控權。我點樣去買港？我喺呢度土生土長，我同所有香港人一齊喺呢度成長。我對於呢個地方嘅愛，令到我作出咗唔少個人嘅犧牲。政治情勢緊縮之下，香港個面臨疫情嚴重衝擊。香港第5波疫情超過900萬人去圍掉，醫療體系攏崩壞。伊閣再用批評對抗疫情做無好，更加予中央來調見，因講已經失去連任嘅可能性。香港媒體報道，下屆特首上可能嘅連選將是警察背景，最過保安局長態度真強硬嘅現任政務司長李家超。特首嘅提名是初三開始，16結束，5月7日進行選舉。即陣李家超也未表示態度。另外，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也是熱門嘅連選，不過即陣各種風聲攏有，顯示北京也無找到一個真正滿意嘅特首嘅連選。記者綜合報道。 好，觀眾朋友，咱看到林鄭月娥吼講，伊因為家庭嘅因素無愛個連任，另外伊嘅人內拄到真大嘅挑戰吼。咱即擺來看，
后回这个特首的选举吼，本底是3月27就要投票，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前到5月。即马4月初3到4月16是提名的日子哦。咱看到香港的特首吼，任期是5冬，会当连任一摆吼。毋过，伊毋是直选哦，是选举委员会来选吼。选举委员会是分5个届，每届300席，拢总是1500吼。每一个候选人至少爱得到188名的委员来提名，每一届至少爱15名吼，而且每一个委员敢若会当提名一个人，过来提名人出现了后，吼，佫有一个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啦。咱要问讲这个审查委员会是啥物所在出来吼？审查资格了后，开始投票，一人一票吼，无过名，至少爱得到一半，就是751票的这个选举吼。咱知影伫这个明星周星驰的电影内底吼，少林骹球内底有一句话讲吼，这观众球员裁判拢是我的人，你要安怎甲我比哈？甲这个选举实在是有够像的啦。咱来先请教范律师吼，这个选举。我们看到有选举委员会，还有审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呢？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林郑这一次表示不要参加连任哈，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我觉得刚刚讲到少林足球那一幕很重要了，球员、裁判都是中国，那你整个操盘的东西都是最近那个完善。用"完善"2个字，完善选举制度之后产生的结果。5大界别，你看看这些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总共有1400多个，其实不足1500个。这些人都是由20万多的选民选出来，全香港有750万的人口，你可以看得到，他是不能代表香港的主流民意的。20万人可能分布各行各业，所谓的精英，基本上通过这个选举制度的修正。很多时候，那个个人没有票，只有那个，比方一个事务所才有票，可能一个公司才有票。那这个情况扭曲的非常厉害。5大界别加上第5大界别，以前4大界别，第5大界别是很多是，比方妇联作家协会这些中国共产党下面的组织才能垄断的。换言之，按照这个图每个界别至少15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首肯。是不可能入闸，就是被提名成为候选人。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选举委员会的那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请问各位谁是主席？是李家超那如果李家超成为特首候选人的话，他要不要球员当裁判？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可能只有10个人左右。都是亲中的人、媚共的人，所以这些人根本是等于刷走一些不适当的人，所以真正能成为候选人的可能只有1个或者2个，那1个不用选了嘛，那基本上大家就橡皮图章就好了嘛。2个或以上有没有可能选，这个不重要，因为最后共产党还是会决定谁是成为下一届。至于说刚刚讲到林郑月娥下台的原因，她是因为真的家庭原因吗？我看不是。5年前，他都是家庭原因，本来都不想选，共产党要他选，他就选了；中国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一届可能是失宠于那个习近平，不是因为反送中不利，反送中是非常有利的，都是每一个动作，也不是林郑月娥决策的，是中共决策的，国安机关决策的，他没有问题。问题是它是一个废电池、旧电池，而且最近1、2年疫情还有其他原因。显示不出他那个锋芒跟忠诚，比方说习近平讲到3个一切2个确保，这个地方都要倒背如流的。一讲到第2秒钟，你所有官员都会背的。李家超倒背如流，那个林郑月娥背漏了1个一切，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根本无心于这个继续从政，而且更重要的可能是1年前都已经钦点内定了李家超成为下一届的那个特首。所以这个地方才是问题，但是无论换了谁来做，香港的情况只会更糟，而不会更好。因为李家超武官出身，我们之后会慢慢分析这个问题。武官出身，警队出身，而且更重要的，他是紧跟习近平的号角，也不属于既有地下党的派系。
等于说它可以完全超然于这个之外，可能最后香港地下党会被清洗跟镇压，李家超会等于习近平的那个拿着他的尚方宝剑来去独霸香港，所以这个地方他会不会有实权？也没有，实权在中国。是，所以未来的局势，我觉得香港情况的人权、自由、法治，甚至所谓的民主的可能性，都是等于荡然无存。是。观众朋友，咱来反映一个Sam律师拄则所讲吼，伊讲遮的办法吼，实在是无影啦。遮的这个委员吼，尤其是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内底拢中国的人吼，而且这个五大界吼，第5届根本就是中国的作家协会啦，也是中国共产党因的这个下骹的组织内底的人，尤其是即摆可能会受到提名李家超吼，伊本身是这个审查委员会。这个主席呢，伊若是真做一个候选人，伊就真正是球员兼裁判吼，甲迄个电影内底所讲的完全拢共款。而且Sam律师有讲到吼，这个林郑月娥吼，毋是讲做了无好落台，是因为伊对中国共产党的骹步吼，对无够对无够近啦，也就是讲，伊本身可能嘛无意愿搁做遮个代志。搁来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中国共产党伊用这个香港的特首吼，敢若用电池共款啊。这个林郑月娥已经是一个旧的电池，用了就停好戏杀去吼。这是中国的枪路。咱刷来请教张教授吼，咱看到这个香港特首的选举吼，虽望这个规则是放伫遐好看的吼，总是若是有心要反抗吼，民主派的人可能嘛会使推送一个候选人，虽望选民调，嘛会当表达家己的声音吼。即摆拢无看到，敢会使讲香港的即摆的状况是真歹真歹啊？香港的情况是足歹，这我应该是无人会反对啦。是，这一定的嘛，因为伊即摆互中国统一，中国爱是伊安怎伊就安怎。所以这根本拢唔免讨论，吼，这是一个事实啦。讲实在吼，今仔日讨论吼，这个香港吼，咱感觉对咱台湾吼，较年纪较大时大人来讲吼，其实咱以前嘛有即种历史嘛。较早以前台湾的总统敢袂当台湾人家己选，嘛无嘛。吼，台北市长吼，较早嘛是一段时间台北嘅市长是民选，后来咧民国56年。1967年以后，嘛是改做官派，就是政府行政一派嘛。所以这甲即摆香港的特首有啥物无共，嘛是完全共款嘛。所以咧，讲实在吼，这个香港的特首吼，当然伊权力吼，根据香港的基本法来讲，伊足侪权力是亲像其他国家的总统啦，伊有这个特色的权力啦。哦，伊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这指挥权啦。香港嘛是一个足大的所在。伊个经济实力比足侪国家拢较大，但是咧，伫中国嘅制度之下，香港嘅特首吼，讲实在就是香港嘅市长尔啦。哦，即个香港嘅市长话啥人做吼，啥物人做吼，讲实在对咱台湾影响，我感觉无大，因为所有香港对台湾嘅政策，一定是中国直接指挥，吼，直接下令。吼，其实咧，香港嘅特首吼，我实在认为话说多一个人吼。拢无可能去影响、去改变这个中国对香港的政策，香港对台湾的政策，我想这是无法度改变啦。是。哦，当然啦，咱看到过去几项年以来啊，这个香港吼，受到这个中国的这种压迫，吼，这种的大家看到，吼，这个大家爱争取普选，吼，这个爱大家每一人有一票选举，这个对咱台湾人来讲是，哦，为你总统以后拢感觉足正常。吼，足自然的代志，香港无嘛，所以大家争取吼。但是咧，我甲这边来个报告吼，当然自由民主是全世界大家拢爱这个保守的价值，大家拢了解。但是咧，全世界所有的所在吼，无真正的独立，就无真正的主权；无真正的主权，就无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嘛。因为你无主权的民主就是人互你的嘛。无真正的民主，敢有可能保护真正的自由？无嘛。民主所存在，一般这个人会当去监督政府，会当一段时间，
和政府的领导人落台，这种够有可能通过真正保护人民的法律甲人权，保护人民真正的自由吧。无完全就是看伊咧领导人吼，互你偌济，你就会让有偌济。吼，因为你无真正的民主，这种你的自由吼，拢是随时拢会使互伊受到转去啊。是，所以我感觉即马咱看到香港吼，讲实在，这个就是互咱台湾人吼一个教训啦。这个教训就是吼，无独立就无主权，无主权就无民主，民主就无自由。是。我以前吼，差不多30几年前吼，我读大学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吼，大学足济就是香港来的这个学生啊，拢是咱的同学。哦。吼，我记得吼，迄个时阵台湾拄则开始民主化，就是这个民主派的人数啊，甲伫迄时阵讲党外嘛，后来就是民进党，甲李总统拢咧争取啥物国会改选啦，这个历史的这个正义啦。高控年代，对，就是高控年代的时阵嘛，爱争取爱自由，爱民选，国会爱改选，总统爱改选，爱互台湾的教育较济，爱恢复这个台湾本土的教育甲语言。我记得迄个时阵吼，香港的同学吼，基本上的态度拢是恁咧做食饱无代志通做啦。对种，伊总感觉讲啊，你钱这要创下无票选票有啥物意义？无意义啦。咱香港大家嘛过啊足爽快的，英国统治的时阵嘛无啥物民选，这个总督嘛迄个时阵嘛。台湾为什么你遐尔啊侪人啊，逐工无要读册，无要做工课，爱去街头去争取讲爱选举，爱有民权，爱一人一票。台湾的总统李登辉为什么爱得失中国，爱争取什么民选啦、访问国外去讲？我足记的印象足深的就是吼，迄个人吼，当然毋是每一个啦，迄种的感觉，即种表情啊，就是认为恁台湾即种啊，拢是浪费时间，拢是做即种毋食囡仔的代志。即马迄个同学吼，搁有伫台湾，伊伫台湾咯，早就摕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而且生活足好。我莫讲啥物人啦，这歹势讲，但是吼，伊即马有去投票哈？我无问啦，因为即种人我无啥物爱甲伊往来啦。后来即因为吼，伊本身上早伫台湾享受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好处啦，然后咧摕到台湾的身份嘛，因为就是中华民国身份，所以咧台湾有问题的时阵，伊就徛到香港人的身份来。讲台湾偌济无好，偌济无好。但是咧，香港真正有代志的时阵，伊就离开台湾。我感觉是正常，每一个人吼，为着伊家己的安全，即个无违反法律，拢会使，拢正常。所以我嘛无讲伊人讲的毋对，伊是伊家己的选择。但是咧，对咱台湾人来讲吼，共同的选择就有共同的运命。是。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伊个人的运命，所有人的选择就决定所有人的运命。所以香港迄个时阵吼，当然啦，咱嘛袂使讲香港人戆啦，因为讲实在有足侪因素、历史的因素。但是咧，迄个时阵吼，就是台湾吼，就讲咱爱行事实上、政治上爱独立，然后政治上爱民主。虽然咱追求政治上相对独立民主吼，会得失中国。需要甲中国对抗，所以中国伫国际上、军事上、外交上吼，不断对台湾封杀嘛。咱看香港，讲实在，香港虽然是中国一个城市，伊咧国际地位可能伫足侪所在比台湾或中华民国较悬哦。亲像即个 WHO， 国际产物方面，伊就会当产物，伊是即个。正式的这个 membership 的正式的会员嘛，咱台湾无嘛。台湾每一年以前马政府实在，每一年甲拜托啊，这个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会当去开3工会议。即马都袂当入去。过去这个疫情的时阵，咱就袂当入去。但是咧，这就是咱追求自由、民主、独立的代价。我想这是应该。所以咧，任何的代志我即马毋是讲批评，还是讲恶落多一个政治人物。我只是讲看到咱香港的朋友香港的状况我爱甲大家报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是共同的选择，
决定大家共同的运命。是，假设你今仔日选择唔对，还是共同的选择行这边，安尼未来你的子孙后代就是行这种路，因为就是伊投钱的人肯定去啊嘛。是，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当然啦，这个民主政治就是安尼嘛。伊当然有足侪问题啦。讲实在我个人以前去香港香港足侪所在经济发展啊，什么这个普通的所得啊，这个是比台湾较悬，这是大家拢知影。是伊嘛较早比台湾有较好的建设，什么捷运啊，国际化咁来讲啦。这国际化即马来讲，这个伊咧营义的教育啊，这个基本上足侪甲国际上的来往啊，这种这个国际金融的市场，这个拢比台湾较赢。这是事实。台湾当然在进步，但是比人较输的，咱就爱承认。但是不管如何我感觉进步是会当靠时间来得到。是，但是咧，你主权甲自由爱摕的时阵，爱保护的时阵，无摕，互人摕去你可能永远都摕无转来。好，咱来甲观众朋友强调一下爱先独立，才会当有主权，有主权才有民主，有民主才会当保障自由咱看到香港这个选举的方法伊讲一人一票啦。事实上，咱吴教授有写一篇文章这一人一票，真正是一个人一张票习近平一个人伊家己一张票决定什么人做特首咱吴教授甲咱来补充一下。是，咱咱的张老师嘛有讲到其实民主的部分咱若是无主权就无民主。但是对中国来讲，就算讲台湾有主权伊嘛是感觉你无民主。尤其是即摆中国即摆开始有自信心了，伊就开始讲。你的西方的民主甲中国民主无共款，所以香港特首的这个选举内底特别因就是讲，这叫做全过程民主伊要甲你拼啥物叫做民主所以咱看到这四句顶头遮尔复杂的部分，咱已经复甲灰煞煞，但是中国就是透过迄款各种不同的迄种方式互你无法度出现候选人。咱看到这四句顶头咱提名日4月3号到4月16，结果咱看林郑月娥伫这个时阵，伊讲伊无爱连任，结果咱即摆在全世界拢咧摇到底是谁要出来选？当然这摇这啥物人选已经无啥物任何意义，因为伫中国的统治之下，一国两制已经是死去啊！死去了，伫即个部分但是咱嘛是爱看到讲，虽然讲是死去但是嘛是爱互咱台湾人有一个经验，有一个驾驶的部分，就是讲唔通选唔对人。这就是张老师我上重要的部分。咱过去咱知影过去伫香港为2003年开始反23条立法了后，一直到所谓的双普选，双普选就是讲伊要争取特首、立法会迄款特选。结果咱看到中共拢甲讲你无先接受安尼。咱以后较去讲，结果一届安尼过去了后，香港人完全争取到伊要爱特首的特选、立法会的特选，都变做即摆的这种白卡白手的这种选法。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过去迄款因香港有迄款所谓泛民主派也可会当对特首的人选讲伊遮好，伊遐唔好。结果咱看即届选举内底，唔若讲无建制派出来讲。连泛民主派拢完全无声音啊！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伫中共的迄款统治之下迄款民主派是完全袂有任何声音。为什么伊个叫你收起来？这头一个。第二个，咱看到即摆想要选的，唔敢讲伊要选。结果想要选的，家己去报名了，嘛无人当做伊是真正会当选。所以咱看来讲，这是一个足奇怪的部分。伫过去，你譬如讲2012年迄届要选的人，了一个前一年的9月份就出来讲譬如讲迄个时阵梁振英，个唐英年，因迄个时阵就讲，前一年9月就出来讲要选。顶一届2017年的时阵，上无咱知影迄个时阵的曾俊华甲林郑月娥，拢提早2个月就出来讲我要选。但是咱看到讲，抑个第三个，伊是前一年的9月就出来讲我要选。但是咱看即摆即种选举的方式，为4月3号到4月16号即中要提名，结果到即摆抑个无人有法度跳出来讲我想要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习近平一个人，
伊家己一人一票，就我都决定这所有代志。是，其他的人拢是来甲到陪伊演这出戏的。哦，因为香港人讲叫大龙凤，啊，这个时阵就是演这出戏的时阵，所以咱看到讲，中国唔若要甲全世界讲，我有能力来控制这个场的选举，我嘛有法度控制所有的人选的部分，所以这个时阵咱看到讲，啥物叫做全过程的民主？中国就是要甲全世界讲，迄毋是干那西方有民主，规个过程我拢控制掉，我拢控制掉。啊，这个免有啥物民主会当讲？吼，咱台湾会当决定一个候选人，一个咱选出来的人，伊会当上台，嘛会当落台，这确是真正的民主嘛。但是咱看这个林郑月娥，伊要起哩，嘛毋是讲伊有法度家己讲伊要起，但是伊要落台，咱要讲伊要落台，伊嘛讲了感觉足委屈的。吼，为什么讲足委屈的？因为伊感觉反送中的过程当中，伊嘛表现了袂歹啊，嘛控制了袂歹。虽然对民主派来讲，这是一个屠杀的过程，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吼，即届吼林郑月娥，尤其是吼最近吼有足侪代志吼，互习近平无欢喜。啥物叫无欢喜？疫情的部分吼，规个伫香港变开去了后，这个佫无重要，结果香港的疫情佫烧入去上海，烧入去深圳。地书上海甲香港两个城市拢无温在，拢无温在。啊，莫搁讲啦，疫情导致迄个经济变了无好，还是本来经济就无好，互疫情佮甲弄落了，跩香港的经济佮变了佮较无好。所以咱看到讲，即摆香港的迄款疫情绝对无法度收煞。啊，但是香港无法度收煞，你还搁当讲伊是一国两制的迄款试验区，但是咱看到讲香港家己控制袂调准度煞。今仔日吼，原本中国讲上海吼，浦东甲浦西是要分开的部分，结果伊个愚人节无法度甲疫情冻起来，清明节嘛无法度甲疫情冻起来。今仔日上海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3000多人，对，啊，到即摆伊甲无公布哦，到底有死偌济人，啊有重症的有偌济，所以咱看到讲香港的部分嘛烧入去中国内底，所以咱看到讲即两个部分吼。到底伊是啥物原因无爱选？吼，咱看到伊进用甲李家超两个走去深圳见中国的高层，他见啥毋袂使讲，讲啥袂使讲，这就是香港的民主嘛。当然，全世界拢看到即种戏人的去情形。是，观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吼，咱来讨论这个上可能的人选，就是这个。政务司的司长李家超吼，这李家超过去嘛有侪歹探听，伊伫2018年的时阵吼，用这个社团的条例吼，禁止民族党的运作，而且伊搁伫去年这个抗争的时阵支持禁抗民法吼，来用粗残的手段对抗这个示威者吼。另外伫2019年的时阵，共款用。支持用粗残的手法手路来对付示威者咱来请教Sam律师这个李家超这个人选啊，您刚刚说到他是警界出身的，同时他也非常支持中共的政策。那如果他是去年就已经传出是中共属意的人选的话，那是不是代表中国接下来对香港的首要目标是继续维持这个铁腕的控制和压制呢？这个毫无疑问肯定的啊，就正如刚刚张老师讲到，就是台湾就了解到争取独立、争取主权，才能够捍卫到自由跟民主。香港就是要到2019年就全面的觉醒。你看到年轻的一代看到这个非常重要，希望那个能够香港能够光复的声音。李家超你看得到，他是一个铁腕的人，那他曾经担任过警务处的副处长。保安局的副局长、跟局长，还有政务司长，那这些职位就好像在5年内3级跳得很快。那他跳得很快的原因是什么样呢？因为我在观察香港的政治他是可以数1数2，可能是第1名的那一种完全中党爱国的表率，因为他是完全紧跟，而且习近平讲到10，他做到100的那一种。那他非常狠。那你看得到他的职位。也相对的提拔得很快，那他也不是属于香港传统那种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地下党的成员，他是完全从警界出身的。那从警察出身的人，他们本身呢就是关系比较单纯。
更重要的是说，他的铁腕非常厉害，那他也是被美国制裁，那他动用非常多的弹药，而且言辞跟行动都做得很快。那他可以抛开一切的程序，一切的所有的审批，比如定好的弹药啦，或者说要怎么镇压人，他可以完全不顾现有的程序来做，甚至是指示前线的警务人员，基本上不要出示那个委任证，因为都有号码，要问你是谁，名字号码，警察可以不报，就大拉拉的放胆去违反香港的警察的条例，所以这个人呢，就等于说中共非常喜欢。未来局势，我觉得他当选机会是极大。陈茂波可能是不会参选，有可能是抛出来成为一个陪衬品，最后他也是不会当选的。是梁振英呢，他基本上是当一个选委会的那个总召，基本上他的能够当上官的机会不大，而且他也是前朝的遗臣呐，所以我觉得他机会不大。所以李家超，我觉得说现在是笃定由他来接班。问题是，他用什么人都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我们称作白手套傀儡，研究这些人，不如研究中国在整个世界里面对香港、对台湾各方面的政策，我觉得会越来越严，不会因为俄乌战争，它会变成一个胆小的、怕事的、停一停、看一看的人，不会，他会继续的伸手到香港跟东和台湾，所以捍卫好台湾的主权还是非常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上律师讲吼，这个李家超这个人吼，真甘愿要做中共的这个好啊吼，来制裁、来对付香港人。另外，咱台湾因为有民主吼，会当保守咱的自由。总是若是中国未对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来学较乖，伊会用更较粗残的手段来对付香港、对付台湾吼。刷落来，咱要来讲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代志。大兴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同齐来看。东欧的坦克车轨道上是战斗的情形，乌克兰士兵行在其中，在找是不是要生还者。第五军宣布撤退支付西北部的布查镇了后，乌克兰军队甲媒体重新返来小镇，看到敢亲像世界末日的场景，双手hướng北朝的民众被军距离来处决，遗体就倒伫路边。另外，有的民众身躯也hướng虐待的情形，被放伫水沟啊。也佫有伫布查教堂边仔的空地啊，要黑色塑胶袋啊包着真侪具的遗体。美国卫生公司翕到13公尺长的窗仔布，这被认为是俄军大屠杀的证明。Звідки вигнали окупантів? Сотні вбитих людей, закатованих, розстріляних мирних людей. Тіла на вулицях, замінована територія, заміновані навіть тіла вбитих. 那伫布查镇这所在，即阵几乎各地已经发现大约410具的民众遗体。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有必要爱展开独立的调查。欧美的国家是一直来谴责，也协助来收集证据。不过对着布查大屠杀，俄罗斯国防部是一直否认。Die Ermordung von Zivilisten ist ein Kriegsverbrechen. Diese Verbrechen der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müssen wir schonungslos aufklären. 那无国被刑受到杀害，立陶宛纪录片导演科维达维丘斯传出在马里坡死亡。路透社报道指出，车里迄天导演所坐车互俄军的火箭拍到，送医不治。另外，科维达维丘斯继续拍拍马里坡相关的纪录片，在柏林雅典真受到注意甲欢迎。Ну,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слухов,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ходят, это то, что, это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это то, что Россия перебрасывает свои войска на восток и нас окружают в кольцо. 虽然乌克兰军队慢慢收复基辅周边，不过北约组织警告，俄军不是真正来撤军，而是把战略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受情报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用在5月初9纪念二次大战纳粹投降的胜利日进前来完成任务。公视新闻王필文编译。好，观众朋友，咱最近来发现讲，伫乌克兰这个布查这个城市吼，有侪平民去互罗西亚的兵仔抬死吼。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这个布查的这个屠杀嘿，当做一个种族灭绝的这个罪行啦。德国甲法国因为这个代志来驱逐罗西亚的外交官，美国总统拜登呼吁讲，用战争罪来审判普京哦。过来，
罗西亚伫联合国的安理会提一个加好的案哦，讲要对乌克兰来提供人道的援援，这实在是真好笑。你若无去侵略乌克兰，敢需要人道的援援吼？不过咱看到中国对伊的演戏吼，这个案吼，敢若中国来支持啦。咱看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甲罗西亚的外交部长伫3月底的时阵来会谈吼，讲因的合作无极头哦。过来联合国竟然有官员讲吼，即马中国希望伊去安打罗西亚，或这个战争来收煞。因为安尼会当来得到诺贝尔的这个和平奖吼，咱来请教吴教授吼，在我的了解当中吼，再来对战争的研究，拢讲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性到极头的这个行为吼，伫这个实行战争的时阵，拄好需要足理性来明确你的这个目标，明确你的战略甲战术吼。不过咱看到罗西亚这边侵略乌克兰吼，伊本身的道理讲袂过，另外伫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吼嘛无这个顺利，致使因的士气真低吼。敢是安尼，互兵啊来做遮夭寿的代志？我想吼。罗西亚的军人吼，伫乌克兰内底安尼屠杀平民，这是一个无法度驳回迄款事实。是。吼啊，但是咱看到罗西亚的迄款国防部佫出来讲无即件代志。哦。这是别人伫甲抹黑。是。但是咱看到吼，其实我想到是迄当时吼，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阵吼，解放军的迄款官员，迄个迟浩田就出来讲，天安门无死任何一个人。哦，这其实咱看罗西亚的面皮吼，甲中国是平交啦。啊，所以这睁眼说瞎话，拢是足正常的代志。但咱看到吼，这个时阵吼，咱看到乌克兰反抗了后，拍转去这个布查这个所在，较发现这个事实。吼，咱看到讲。罗西亚害遮侪平民的即款情形，啊，咱足侪人咧看到即个时阵吼，是拢足感觉足刺心的，是安怎会当发生遮尔无人性的代志？但是咱嘛有看到有人出来帮罗西亚讲话哦，中国就迄边仔在讲啊，这无必要安尼抬嘛，吼，伊战争安尼拍落去了，其实是无需要有即种拍法。啊，但是咱看到我主持人讲啊，这是毋是因为因的官员也是安怎？其实吼，咱知影战争在拍的时阵吼，是无啥物道理通去讲。是。尤其遐个平民也好，还是遐官员也好，其实对这种战争是足厌恶。所以，若是拍愈久，当然伊对因来讲吼，要安怎较紧结束这场战争。啊，对着老百姓也好，对着一般的迄款军人也好，其实拍到后壁吼，已经拍黑暗面去啊。所以咱看到讲，伊其实对遮的迄款平民来讲，已经抬价已经是无任何道理啊。啊，所以咱看到讲，伊是毋是为着要去抢啥物，还是做啥物？其实咱看到讲，这有可能是因的迄款首领来下令做这个动作。所以当然嘛是有可能有军人伫敌方在反抗的时阵，伊感觉规个就压起来，就乌白拍、乌白扫射。所以咱看到讲，若毋是乌克兰反拍转去吼，啊，看到即个惨无人道的即种对平民的即种屠杀，全世界抑佫向暗藏伫内底。所以咱看到讲，伫即场战争内底，其实若毋是乌克兰因展现即种防卫的意志，啊无因嘛做袂到即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伫即个时阵，咱爱特别来看的是讲，即场战争啊，佫安尼拍落去，会佫有偌济即个情形出来。咱看到讲，乌克兰即摆即摆反攻转去了，咱看到讲伫路林后迄款罗西亚的军人吼，伫遐待地雷。啊，这其实咱讲2006年了，其实国际有一个国际法，就讲袂使伫战争的时阵待地雷这种做法，这是对人道来讲，这是一个袂当接受的方法。所以咱看到讲，罗西亚毋若安尼做，而且伊佫去太平民的部分，这是互全世界无法度接受。所以咱看到即届捕杀即种屠杀了后，其实全世界佫较团结起来。吼，咱佫较团结起来的时阵，就是对付这罗西亚这个人，这种国家，其实你是无任何甲伊有任何谈判的机会，所以你只会当拍转去来做这个部分。啊，但是吼，咱嘛看伫这个时阵，迄个
罗西亚迄款认知作战就搁开始出来啊！这毋是罗西亚做，这是乌克兰，对，这是乌克兰家己做啊！啊，做完了较抹乌罗西亚。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即摆看到到底是上拍乌克兰这。罗西亚这是足明确的代志，但是嘛是佫有人会安尼讲的时阵，咱就感觉讲啊，这个世界，这个道理到底伫什么所在？哦，所以咱等到咧看这场迄款部分吼，所以咱看到泽伦斯基开始呼吁全世界爱较紧调查，爱较紧保全证据。我想这个部分在做吼，嘛毋是讲干来布查这个所在尔，其他所在嘛爱较紧落调查。但是你要调查进行，你一定要拍赢。你看到入去这个所在来做这个调查嘛？对。好，所以咱看到讲，对乌克兰来讲，这个时阵反抗啊，而且爱推进这个部分，确实上重要。是，王教授讲吼，为着家己抗争去反抗侵略是真重要，因为咱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内底，即马伫这个布查这个所在，甲哈尼科夫吼，以及这个尼古列耶夫遮的城市，拢发生着这个破大吼，造成人民死亡的这个代志。事实上，真侪，搁较侪城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拢讲，遮拢有发生这款的代志吼。这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对人民发动武装的攻击吼。我们来请教桑普律师，乌克兰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政府用武装力量去攻击人民嘛？那在去年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抗争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动用武装的力量对香港的这个示威者进行各种的压迫，有很多人失踪，有离奇的死亡。实际上，这难道不是一个政府对人民发动的战争行为吗？没错，我觉得说，无论是从反送中来看，就算说在1947年的台湾的228来看，都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对于平民百姓那镇压，那他要把有关的精英的人来射杀。你看到这一次乌克兰的战争哈，在一张哈，他烙一个叫纳粹的印在一个女生的那个皮肤上面，强奸杀死。那有一些是用谎言来继续抹黑不同的人，乱葬岗。还有老人、小孩子到14、16岁都被割掉耳朵、拔掉牙齿，那整个人的尊严完全荡然无存。这一种血腥的屠杀，当然需要去制裁。但我相信呢，首先独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暴力、谎言跟一套意识形态。暴力就等于说它要扩张、操控。如果你以为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是看钱，因为你看到那个香港啊，是一个生金鸡蛋的地方，它就不会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不要以为台湾有个护国神山，中国就会有鸡蛋不会碰，错了。它的集权的情况不会因为台湾有钱而不会去打台湾，它的集权的操控的风险一直都存在。昨天嘛，那个美国的那个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那个帕帕罗都已经讲到。打的时间不是人家先前说的六年之后才会打，这个是基于以前中国官方的说法，不是，而是随时可能打。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不要惊弓之鸟，但要做好一切的准备，自己国家自己救非常重要，强化我们的尚武的意识，然后全民都知道说捍卫这个地方，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是谎言，谎言是没死半个人，刚刚讲过这一种说法。是完全是荒谬的。那你看得到香港也是用这种荒谬的方式来做，甚至用那个你看到乌克兰也一样，用抹黑的方式说这是纳粹的那个徽号在自己身体上面是烙印上去的，这是非常离谱。第三个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这一次俄罗斯说白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大罗斯民族，所以为了民族的荣光，要杀人吗？要强奸？要杀人？要割耳朵，要拔牙齿，要弃尸在荒野，乱葬岗嘛，这个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所以你对香港的情况，我觉得中国一直觉得是边陲的地带，他要把这个地方收复，他会就是非常离谱，而且还有第四个一个借口，外国势力。这一次乌克兰不是说美国跟北约要东扩吗？中国也支持这种说法啊，这个地方完全是荒谬。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一种东扩，如果东扩早就在梅克尔时代。德国都已经通过了，而且现在山林普森不会把乌克兰纳到北约去嘛？他们一直都紧咬着这个谎言不放。你看到
外国势力这个地方，无论是真还是假，它咬着这个不放，就是民族主义跟外国势力干预都是这一些政权的重点。那有人说了，联合国的有一位的那个驻中国的一个人员协调员呢，就说，哎，这个不如说让习近平来那个拿诺贝尔和平奖，那就可以让中国来当一个协调的人，就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哦，全世界专制政权力量最强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那如果以后全世界让中国充当这个快乐第三人，离间分化西方民主阵营，让他能够抓住法国、德国、联合国的手来离间跟美国的关系，那不得了。所以我说，中国如果说做事这个战争拖下去，这个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就是他当快乐第三人的机会有了，游刃有余了，这个地方就会做大，甚至分化，这个地方非常离谱。所以有些分析说，不要那个以为战争拖下去对中国有利，我是相反来看的。因为战争拖下去，很多人就看得到中国就损失了"一带一路"，还有损失了那个发展那个创意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钱在中共习近平来讲是不值一提的。哦，重点是权力的操控。是那个权力操控就代表说他能不能够当上西方全世界专制独裁阵营的老大哥，坐稳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所以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国力。虽然是慢慢削弱当中啊，有国力去撑得起这一种所谓的压迫，所以我想说，大家不要只是盯着俄罗斯啊，也是要紧盯中共，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办法去处理中国问题的话，那这个仗就白打，打完之后生灵涂炭，还是会做大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对台湾有非常大的威胁。站在台湾立场，绝对不能退让。是，上律师讲吼。独裁的政权的手路有4项，头一项就是暴力，亲像罗西亚去攻击乌克兰的；第2项是讲白贼，就是讲亲像天安门吼无半个人死去。另外讲即马屠杀平民是对罗西亚的抹黑。第3项是意识形态，用民族主义这款这个意识形态吼来洗脑伊的人民吼。第2个是第4个是借口，是用外国的这个干涉吼来做一个借口攻击其他的国家。这罗西亚甲中国拢同款哦。咱即马来看这个布查这个所在吼，杀死平民这个代志吼，发现到济人吼是这个面。去互暗起来，用这个庆杀的方式吼，去甲屠杀。发生这个代志了后吼，咱看到联合国的秘书长，这个欧盟的执委会、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吼，拢讲到爱制裁罗西亚。美国总统甚至是明确讲，普丁是一个战犯，就是犯战争罪吼，要用这个国际法来甲审判。咱来请教张教授吼，咱再来这个经验吼，咱看二次世界大战吼，会当去审判这个战争罪吼，拢是因为有联军有这个武装的占领，才会当掠到犯人吼来去甲审判。即马这个战争若是拖落，阁无一个输赢，即款的代志敢做会到？大家拢知影，即马罗西亚军队伫乌克兰全国哦，这种战争哦，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拢是足大。哦，布查这个所在只不过是即马已经这个乌克兰已经降服啊，哦，所以看会出来这种问题啦。未来我是有吼，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哦，这种代志一定足济啦。然后咧，但是我还是要甲大家报告吼。罗西亚军当然是非常歹，杀这杀死遐尔啊侪这个老百姓吼嘛是足歹。但是咧，因为这是一个侵略战争，所以咧，这个后台的人吼，阁有乌克兰的政府吼，甲伊出来吼调查。吼，我即马看新闻，乌克兰政府就讲吼，这个爱为伊的人民吼爱报仇。吼，什么人吼去杀这个罗西亚军队啊？这个军官、士官、士兵吼。这个到底是倒一个人去做这种歹代志吼？未来伊拢爱追查，吼，已经即马透过科学的办法吼，已经足侪人有记录，吼，将来拢可能爱受到国际上的审判。咱就是看到吼，有一个国家身份吼，
这个对人民的保护吼，就是安尼。哦，伊即马甲是乌克兰较强，强到罗西亚唔敢来拍，这个人嘛袂死。哦，但是即马乌克兰唔是一个国家，吼一个罗西亚内政问题吼，讲实在，规个拢太了吼，嘛无人去问啦。苏联时代都一个去问，吼，苏联时代这个共产党伫苏联杀偌济人，几下千万呢，都一人去都啥物人去问，无人去问啊。亲像咱这摆中国嘛共款啊，中国共产党为1949年建立政权到即马，伊家己承认的啦，伊家己承认的文革就好啊，杀偌济，拜托的，这是几下百万千万的人呢。世界各国敢有对中国文革经济制裁？无啊，对无？吼，敢有讲在中国即马，吼，这个什么事件？讲实在啦，过去几下10年以来，吼，中国共产党政府吼对人民吼这种过去，当然后来有平反啊，这是是事实。但是咧，伫过去这个所谓所谓土地改革啊，这些文革时阵吼，亲像布查这种代志吼，唔知偌济啦，西藏新疆咧偌济人拜托，这咧凊彩台拢是百千的算的，倒一个国家去问，倒一个国家去保护，无嘛。所以上重要就是吼，假是这个国家吼，不管大小吼，上重要就是第一，家己要有独立主权，保护伊家己。是。吼，你亲像这个罗西亚嘛好，以前。伊拍车臣大部分国家认为这是内政问题嘛，所以吼，伊足侪代志拢无国际上无遐注意啦。这当然嘛是国际上吼，足无道德啦，吼，种行赢这种表现啦，这是事实啦。但是不管如何，大家看到乌克兰是大家信任的国家，所以咧伊去侵略，伊即马国际上拢经济甲伊个制裁，所以。吼，阮看到吼，任何国家不管大小吼，把本身独立的主权吼，就是保护恁家己的上重要的基本因素。足侪人讲啊，你咧这个大国来拍这个小国，这个军事无赢，所以你安怎？问题是吼，你假是无国家身份吼，拢免讲啦，啥物拢拍假啦，吼，亲像这。你有军事的身份哦，你敢有一个独立的资格吼，甲其他国家争取资源嘛？亲像即摆乌克兰、罗西亚来拍，哦，一条总统世界走，哦，联合国嘛去，哦，这个多一个国家嘛去，讲啊拜托个武器啦，哦，这个援助啦，要紧来啦，哦，这个紧来保护。恁亲像香港就好啊，香港假是即摆中国去拍，好去镇压台人，香港多一个人甲国际上讲拜托个紧来，互咱武器。武器要互啥物人？是武器要交互啥物人？是我这是事实啦。我即摆无讲香港一定要独立，还是安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是讲吼，你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个合法的政府，吼，有一个这个总统，吼，不管如何吼，出着代志的时阵，伊佫有一个人有这种身份去甲国际上争取讲，爱安怎来甲咱斗相共？是好，咱讲到。香港吼，尚律师拄则有讲到，袂使互中国伫这个国际局势内底来翻头做头人哦。咱来请教吴教授吼，这个战争若佫继续拍落去，敢会互中国摕到上济好处？啊，结果变做这个世界局势内底，甲美国拼大粒会做到上大汉的。是，咱我张老师嘛有讲着吼，其实你也毋是一个主权国家吼，这就就歹讲的。为什么？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是一个国家，乌克兰按强拍，国际社会会当斗相共，其实是非常有限。啊，香港对中国来讲，这是内政的一部分。啊，对中国来讲，台湾嘛是伊内政的一部分。所以伊若是临港要拍台湾的时候，伊嘛甲全世界讲，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这是内政，这你莫来。啊，但是我要讲的就讲，中国讲的话千万唔通相信，尤其乌克兰战争开始了后。中国就开始有伊家己的所谓中国式的讲和平的这个部分。唔管是迄甲罗西亚伫联合国讲要去关心乌克兰的人道问题，也是讲咱看到我迄个王毅吼，中国外长王毅，伊甲迄个罗西亚迄个外长在讲，因两个有讲哦，因两个拢要反抗。所谓西方的霸权，咱看着讲，你到底是咧讲啥？大家咧关心是乌克兰去罗西亚入侵，结果
即摆中国开始黑白讲啊，拖代钱，黑白这蓝山在背回啊，所以甲全世界武甲安，敢若拢希望伊来进行即款讲和的部分。但是咱嘛看中国其实伊基本拢无去做。伊甚至于伊讲的嘛无准拄算的部分，所以要输出中国式的和平。伊要输出中国式的和平，伊要用伊个讲和的方式来互全世界看，恁拢讲袂会使，我来讲就会使。啊，但是安一拖一个3冬2冬，安尼落去对乌克兰到底敢是一件好的代志？所以全世界其实拢已经等袂落去啊，所以无咧等啥物中国要出来做这个和平的部分。啊，咱看着这联合国这个官员吼，讲真个，伊伫过去吼嘛捌抱过中国的迄款牛皮，啥物意思？伊讲啊，中国防疫做了非常之好，爱互伊得这种。这讲一个人，讲一个人。啊，即摆结果，即摆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伊佫开始讲，若是中国出来吼讲和的部分吼，无一定习近平会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安尼要来吸引中国来做一寡代志，但是咱知影对中国来讲，伊即摆吼拢总卖做，也是甲时间拖长吼，对伊是上有利的部分。尤其是伊即摆伊嘛无希望美国甲罗西亚两个权力若是拍架了，伊受到威胁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伫即个时阵吼，千万中国的话吼，唔好相信。是，多谢现场3位来宾，咱台湾新眼界，明仔载再会。